也高雄这边一个查甫人5月23去报案，讲因老母中风，因为破病来过身，需要来协助。不过检警调查落去，感觉讲代志怪怪，因为这个查甫人甲警察讲5月18有看到老母跋倒，迄个时阵呢，老母是讲无要紧，人嘛有爬起来，伊就无来加注意。说了几若工呢，都无看到老母伊的人，才发现讲人已经无咧喘气，也检警认为讲做假的对老母有救助的义务，所拢无作为是依照违纪甲杀人罪嫌，移送地检署审押核准。门口电话拢无禁，可见离开时真赶紧。高雄大寮一个43岁姓陈查甫人，23暗时报案讲中风的老母破病过身，需要协助。不过检警介入处理了后，却是发现部分的疑点。初步检视，案发现场并无打斗痕迹，死者身体并无明显外伤，且倒卧于浴室门口。通知鉴识小组到场采证后，后续报请高雄地方检察署办理司法相验。根据了解，姓陈查甫人甲警方讲，18看到老母伫伊间仔门口跋倒，因过老母讲无代志，家己爬起来，所以讲无加去甲注意。23是想到几若天无看到老母啊，去房间看，才发现老母已经死去了。不过检警怀疑，姓陈查甫人可能18朝老母倒伫原来所在，一直到伊死去。弄到了才造成蜘蛛网膜下腔的出血。蜘蛛网膜下腔就奇怪，伊唔是随死，因为伊流血速度很慢，伊出的速度就慢，所以拢查。因为2、3天甚至几礼拜才死，这个2、3天到1个礼拜之间的叫清醒期。怀疑该说部分受伤情况未造成当事人随死，也不无排除检警可能掌握其他事情。厝边讲无清楚因母仔囝平常时生活状况，姓陈查甫人平常时常常拢不爱讲话，因老母是因为中风袂啥行爱夹拐啊，两个人拢真少甲厝边来往。手条条，什么唔知啊，也无咧出来，无咧他们烧咧。检警认为，姓陈查甫人对老母有救助的义务，确实拢无做，并且有以无纯正、无事违反的方式来杀人，而是以涉嫌放杀甲杀人罪嫌该抓起来移送，并且关押核准，后续必伫6月7日复检调查因老母确切死亡的时间甲案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